西有遮侪景点人是太多家，亲像台中的武陵农场烟火大开，真侪人拢来赏花。也若家己当招的港口宫，今仔日办跋杯的比赛是闹热滚滚。另外，鹿港的老街透早就一直来行村的民众，遮的反而是无闲气气。 人真济，看过去拢看袂到真棒。正月初一虽然气温降，不过中部天气也是袂歹。中华鹿港翌日行村的人，真济民众先到鹿港天后宫拜拜，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顺遂，去到老街行行的吃美食。 今天的话，真的是天气非常的好，然后也微风徐徐，非常的凉爽哈，所以出来的信众特别的多，大家都出来行村。人真多吼，人少，大年过年庙里就是要这样啊。 台中的游乐园初一透早也约了真济人，园区推出真济限定的优惠活动，也有游客前一日就先住伫饭店，过顿工直接进园，避开初一行村的车站。前一天来这边住饭店，然后这边又有那个乐园可以玩，这样子。 台中武陵农场烟火节，从6月13开始，主力烟火，婚雅佳人加祝福英这2日陆续大开，将会初一大约开5成，也是行村的好地点，陆续吸引游客来。往南行的家己当招，港口宫初一开始举办跋杯比赛，奖品丰富，也有不少人规家伙仔来拜拜，也顺便试一下手气。走村一下，换个不一样的地方啊！屏东东港渡船码头初一也是客满人，真侪游客排队坐船。 准备到小琉球去佚佗，因为要坐船的旅客多，交通船也加开帮助。今年春节连假长假日，各景点拢会出现出去佚佗的人。建议民众出门之前先掌握人流，甲替代方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